到一家马师园，是苏州工地园林前面走向暑假的里程碑。当得搿场会堂么，每下进去脱一道哇，门票30块，一个再浪个退休工资500块。想想还是省下来，带凤园区去吃脱油焖肉面。阿爸，人家侪讲凤园区个老板娘当来过个米粉汤。我带罗大去吃关你到屁事啊！侪听知你这个闲话，我还是我个嘞。我发来自家吃，我一次个上海粉丝一袋吃。我说来呀，我请客，我请客。焖肉不宜，我吃阳春面，阳春面加姜丝。阳春面不太对，不开始。哎，侬看见搿块焖肉啊，量老大个，正宗得不得了。侪是苏州人来吃的呀，侪是回头客。你看外地搿点人呢，侪辣一山头水啊，夹子个玻璃碴。Hello。还有汤，我下趟早上车里到这来吃。我上海40块吃不到。灵魂放在最后。我没进去，因为。哎呦，还在拍下去是女仔，要这场外头唯一一个点人来登出来，就拍他个赞啊！耶！下趟到苏州来再来请我吃面啊！拜拜。凤园区吃海面出来，穿过甘江路，往东走10分钟，就是甘泉港。预计带菜主早，大乡村一直要去往洋人头，还不是选择面检查门市部，前天3辰光个面蛋走去打打。琳琅满目，埃个巨蛋是金华，还做了个海来着，河梅山猪还吃得不得了，500块个一般河梅山猪，哦妹妹姐，来啊来着，再拿一半，待辰光2日天侪吃光，再来发个数240块呢，爱看看你个好大娘呐，啊喊个价半只奶发喊，来看看500来3个，你到一种店啊，这还有免费品的，5块了，搿毛主席喊么是5块啊你，多特。半只奶吃做下来，搿么好拍搿做啊？只有一个外头来塞不大，算好大，就觉得2块。埃个你侪是寻量的呀，埃个分不数个。我辣想，哎呀，到本地我这个白眼狼去补血。哟，还得会说的肉了呢，68块让你半斤。其实像人家外地个人来买，还几块这个？靠皮，人家毛子这一次都会发起的。那样讲得出个，你开始10几年子，假使许多欢喜不来，再关门走啊！哎呦，那还有碰上那只家？那也是我开个店呀，还是我上趟等来讲了要回头一个，那今朝真的回头着呢。这个豆子不大还回个呢，回一回138块，臭他！